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15节到24节，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0节，26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理的灵。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是让基督徒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然后敦促人们去实践诫命。他就是真理的圣灵，让人记得真理的教导，使人谦卑顺服。所以呢，人必须要行在圣洁、公义、正直的道路上，才能够证明自己是属于圣灵、属于上帝的。今天的经文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15节到24节，让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政治乱象。有部分的政党以为自己已经超过半数几席，就开始耍诈，想要用欺诈的方式来偷渡利己的法案，造成政治上的动荡、人民的不安以及抗议。昨天晚上有将近10万人在台北聚集，也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也举行了为台湾祈祷的聚会。这种骄傲的人，自私且不公义的做法，必定要得到上帝的惩罚。先知这样说：每一个人都蒙羞辱，骄傲的人要贬为卑微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主持公义，彰显自己的伟大。神圣的上帝以审判子民，显示自己的神圣。荒废了的城市长满了野草，小羊在那里吃草，小山羊也在那里食粮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已经被罪恶过犯套住了。你们说让上主赶快做他要做的，我们倒要看看他的作为，让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实行他的计划吧。我们倒想知道他的意念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是非不变，光暗颠倒，甜苦不分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还自以为聪明伶俐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只是些酒囊饭袋，你们的勇敢和胆量只在斗酒的时候表现出来。你们让贿赂你们的人逍遥法外，却剥夺无辜者的权利。所以正像高潮的烈火中焚烧一样，你们的根要枯干，你们的花朵要凋谢，因为你们违背了以色列神圣上帝的法律，拒绝了上主万军统帅的教导。从18节开始，先知总共讲了4次，你们要遭殃了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所行的离开了真理的教导。在信仰上某个程度来说，就是讲求2分法。刚刚的经文也说到了，若不是跟随了真理，就是跟随魔鬼撒旦；若没有公义，就是得罪上帝；若不行在光中，就是行在黑暗中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为正义发声的时候，也会遭到恶意的攻击。但正如约翰福音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
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0节，26节到27节。经文说，如果世人憎恨你们，你们应该晓得，他们已先憎恨了我。如果你们属于这世界，世人一定爱那属于他们自己的。可是我从这世界把你们拣选了出来，你们不属于他，因此世人就憎恨你们。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奴仆不比主人大。如果他们迫害过我，他们也会迫害你们。如果他们遵从我的话，他们也会遵从你们的话。但是那出自于父亲的劝慰者要来，他就是真理的灵。自从父亲那里差他来的时候，他要为我作证。同样的，你们要为我作证，因为你们从开始就跟我在一起。我们倒是不必担心，因为上帝的圣灵会为我们作证，因为他是出于父上帝所赐下的慰助者、保惠师，他是真理的灵。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做该做的事。诗篇29篇。上主在风暴中的声音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遍响大洋，他的声音大有能力。上主的声音满有威严，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迪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圣殿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恶劣的环境。谢谢主赐给台湾有那么多正义的人士，愿意为不公义的站出来抗争。求主帮助我们台湾国家前途，让撒旦魔鬼的势力退去。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行走在主的光明中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